要入 lift 嘅話咧，你就問工程部攞到資料，呢部機嘅重量咧就1噸1，係啊，你自己睇下個重量啱唔啱夠唔夠？佢個承重咧就159 kg， 350磅，呢度個承重。呢部機咧就一個人嘅啫，佢高度就6米。加埋個人應該第手應該都有7米高度左右嘅。安全帶喺呢度，同埋如果你哋要過嗰啲地氈地咧，就盡量鋪板，因為你原地轉個碌咧，有機會條胎就會有機會濺起啲地氈嘅，建議你做鋪板。係啦，或者充電充8個鐘啦，同埋。安全帶呢度，呢部機咧係一個人上去㗎，冇話幾兩個。即係可能個別有啲師傅可能話，如果我2個人都加埋唔夠1.9 kg得唔得？我咪2個人上去唔得。同埋，如果你要做超過7米嘅嘢咧，就可能7米幾嘅嘢咧，你就唔好用呢部機啦，就唔好話企上踩住呢啲。同埋或者喺入邊加塊板，嗰啲踏板啊，即係你哋。即係唔係話你哋啦，個別有啲長，有啲師傅就可能做少少呢度，再加翻木板，自己搭翻木板咁樣踩上去，嗰啲都唔得㗎啦。總之你係呢個高度就係做咁高嘅嘢，唔得嘅你就換機，就千祈唔好話踩上啲欄杆嗰度啊，輸入嗰啲嘢啦。同埋部機要落圍風，即係護欄啊，即係平時做嘢到定點啊做嘢，你落護欄咧。就最少2米啦，冇條件下你最少你最基本你都要落個護欄啦，即係你有條件最好就2米啦。跟住，呢度開機兩邊掣都要打開，不論你台上操作好定台下操作好，都要打開兩邊。小哥行我先。開機咧你就大概等1至2秒，等嗰份電腦撈好晒先好喐。呢度個時膽，你面對佢個位置，佢個左手邊個位置就代表台上控制，中間就關機，呢個就代表台下控制，即係你面對佢嘅右手邊就台下控制。呢度1、2、3、4你就冇搞佢啦，嗰度係我哋條電腦查部機入邊嗰啲數據用嘅啫，維修用嘅啫。你哋用咧就係用呢個嘅啫，呢個上動嘅。同埋注意兩邊都會有塊地動板嘅，一升高咗咧，佢兩邊地動板一定會垂直嘅。如果兩邊是但一邊垂唔直嘅話咧，佢都係升唔到嘅，部機照樣吉機嘅。呢個冇問題啦，係嘛？嗱，呢兩邊地動板，佢會垂直嘅，佢會照。到時你一落嚟，佢會收氣㗎啦。如果可能有啲嘢棘住咧，兩邊是但一邊開唔直嘅話咧，都一樣。同埋，假如我依家喺台上操作，我按個遙控落嚟冇反應，你就呢個位置，呢個位置，呢個位置，呢個窿入邊有個紅色掣嘅，拉就得㗎啦。嗰個佢就唔關佢有冇電線，部機有冇壞，只係單純放油壓落嚟嘅啫，佢會自動回㗎啦。跟住個安全帶就指定扣呢度扣呢個位置嘅，就唔好話扣其他呢啲位置啦。跟住呢度一開機顯示6格線嘅，你就揀呢個係行車，你就揸住後面呢個掣，向前、向後、左右、前後、左右。呢個就升降，就按住呢個向前推，過嚟就向後拉。呢個係個喇叭，即係有人你做緊啱啱好朝頭早開工，揸部機去做嘢嗰時有人嘅，你就撳一撳佢。呢個烏龜係慢車，
慢車意思係咩咧？即係你可能唔熟，你就聽聲撳着個烏龜都覺得快嘅話，你聽聲，聽到嗒嗰下聲，再微微向前推，再微微向前推，再微微向前推，佢就慢車㗎啦。向後拉，但係你升降嗰時咧，你撳翻熄個烏龜，向前推就升降，向後拉 ，OK。呢度咧，你掛遙控咧，佢有指定掛遙控位置，你掛定咗佢呢個遙控就唔會喐噶啦。呢個扣緊佢，就唔佢又你就點樣你點樣喐都喐唔到個遙控嘅，佢指定係擺遙控個位置。基本上都冇噶啦呢部機，得㗎啦。OK。我哋需唔需要試或者嗰啲？